来看桃园的德惠渔港北边的海边啊，今年是有3对海鹰伫遮生团孵卵哦。入口嘛经由红色线、搁有渔港巡逻来保护，也毋过哦嘛是有一寡游客会来进入禁区，也照学会是呼吁民众哦，都毋通入去保育区来减少影响。海鸭伫翠石仔堡孵卵。桃园德惠渔港北堤，摆是二级保育类热天大头只海鸭伫北台湾上大的生态地，所以因为生态地环境变迁加流浪狗的干扰，最近2年该转去观音大潭电厂附近的沙坡环视，也毋过真强的风背山，定将因的树掩埋，严重影响环视成功率。也毋过今年5月，总算阁有海鸭重返德惠渔港来做收。就觉得非常高兴，好像看到老朋友回来。那个蛋孵出来，小燕鸥的亲鸟会去海里面抓那个小鱼啊，让它那个小宝宝吃，那个样子真的超可爱的。面对海鸭重返德惠渔港，相关单位高规格迎接，那伫入口打告示牌、游红锁线，野鸟协会渔港也摆办巡守，照规定除了野鸟协会列册调查巡守的渔港之外，一律不准人车进入。迅速地针对入口区域设置围网及封锁措施，请农业局、海巡署加强海堤的区域管制，全面禁止人车进入，避免干扰小燕鸥的繁殖行为。也毋过，远远的海堤上也是有一寡钓客无顾告示牌伫禁区内钓鱼。假日游客侪更较适合无公权力的渔港是匹配船。大家管家己代志啊，你安尼管已经管过头去啊。这条路围家完全无意义，你是要围家去啊？有一些游客钓客就说，以前可以，现在为什么不可以？尤其是例假日的傍晚，因为很多游客要来这里赏风景。桃园野鸟协会表示，目前观音地区有264只海鸭，139个收。德惠已经观测到3个收。市府也搁一摆表示，德惠渔港北堤海鸭临时的生态地伫海堤附近，海堤是属于无开放区域，禁止进入。违者会依渔港法采取3万至15万的罚款，提醒民众毋通触法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